预计将要伫明年情人节进前，伫遮安平恋爱广场举办的2017虎城情人杯路跑。主办单位希望民众会当透过路跑的方式，甲家己爱人、亲人，或者是一世人好朋友，做伙做伴健康走，嘛会当欣赏安平沿道的风景。主办单位本着回馈社会精神，要将部分的所得捐予华山基金会，作为绿色老人的服务经费。那这一次就是11月20号的时候呢，跟效果事业集团的李敏正董事长来做一个那个整个公益方面的一个结合，然后也有不错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们将那个整个那个结余款项大概有10万元的公益款项，今天就有这样的一场机会我们捐赠给华山基金会跟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那也是希望就有这样的一场活动能够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期望我们在就是106年2月5号的一个府城联谊情人杯，能够鼓励多一点的一个未婚男女来做参与，然后让他们联谊，然后进而能够结合，然后结婚生子，让我们台湾少子化这个现象可以减少一点。那少子化的现象减少呢，我们的老人就可以获得比较充分妥善的一些照顾。那欢迎各位朋友，你们揪团揪你们的上辈子的情人，我们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一同来参加，或者是揪我们现在的一个情人，我们的儿子女儿甚至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男女朋友一起来现场，一起来告白。现场也有侪俊男美女化身为公益路跑的代言人，用因的热情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2017虎城情人杯路跑。虎城情人杯等你来哦！哇，又是那会办理在这场活动呢，是因为在2月5号当天呢，有一个情人杯的路跑活动呢，就是地点是在安平的恋爱广场。那目前的话呢，已经有2000个跑者来报名。那也希望说呢，可以在12月10号之前呢，突破3000个人。那也欢迎说我们现场就是欢迎民众呢，带着自己携家带眷，然后带着自己的情人，不管是上辈子的情人、儿子女儿，或者是说自己的老情人、爸爸妈妈，一起来路跑，然后更健康、更快乐。那活动的所得呢，商业创意行销它会捐助一部分的所得，然后让我们作为是老人服务经费，可以延续老人服务。来参与路跑，可以当帮助华山基金会做公益。同时，主办单位也会赠送心心相印的情人伴链，报名期限到12月10号为止。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